需要帮忙吗 ？Hello， 我是田叔吗 ？Hello， 我是田叔吗？嗨，请问林家烟楼怎么走？嗨，请问您家染了样板行？嗨，请问您家染了样板行？这里是德胜公坛。两位是德胜公坛，两位是德胜公坛。顺着这条永安路往前走100公尺，顺南两条永安路向前行加100公尺。顺南两条永安路向前行加100公尺。右手边就是美浓溪，正手边就是美浓海，正手边就是美浓海。过了美浓溪的第一条巷子右转，美浓海高台街第一条红儿正手边转弯。美浓海高台街第一条红儿正手边转弯。西侧的稻田内就是林家烟楼了。好，谢谢。西边沙街无天都就是林家染楼。是吗？西边沙街无天都就是林家染楼。是吗？你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呢？我来这里旅行。你用办回来两帮蔬菜呢？我来两片礼行。你用办回来两帮蔬菜呢？我来两片礼行。酷！你来自哪里呢？酷！你哪回来呢？酷！你哪回来呢？我是荷兰人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。我是荷兰人，也是我几擺來台灣。我是荷蘭人，也是我幾擺來台灣。哇哦！你怎么会想来台湾玩呢？哇！你做嘛該會想來台灣了呢？哇！你做嘛該會想來台灣了呢？我在念書時的學校課程就有介紹台灣。我讀書時節學校課程只有紹介台灣。我讀書時節學校課程只有紹介台灣。你看，這是400年前的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你看，也是400年前嘅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你看，也是400年前嘅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我期待這趟旅程好久了，美濃這裡真是漂亮。我期待了百里行當久咧，美濃了為食材很醬。我期待了百里行當久咧，美濃了為食材很醬。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，这里不但漂亮，还很有文化呢。我就是兩位大家，兩位唔但講天天，還懂粵文化呢。我就是兩位大家，兩位唔但講天天，還懂粵文化呢。你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嗎？你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嗎？你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嗎？真的啊？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？真緊哦！這秋卷還有乜個好搞嘅地方呢？真緊哦！這秋卷還有乜個好搞嘅地方呢？很多啊，這附近還有藍山店和紙傘店哦。真多啊，這秋卷還有藍山店、老紙紮店。真多啊，這秋卷還有藍山店、老紙紮店。哦，我知道，這是美濃的特色工藝。我哋也係美濃嘅特色工藝。我哋也係美濃嘅特色工藝。沒錯，這是客家的傳統工藝。冇錯，這係客家嘅傳統工藝。冇錯，這係客家嘅傳統工藝。這裡啊，還有鏡字亭。什麼是鏡字亭？這裡還有鏡字亭。乜嘅係鏡字亭？這裡還有鏡字亭。乜嘅係鏡字亭？鏡字亭啊，保留了鏡字習文的文化特色，是特地建來燒字紙的哦。鏡字亭保存了鏡字習文嘅文化特色，專門
起來sau事主解。今次天補充了近世學問嘅文化特色，專門起來sau事主解。等會我要好好逛逛。請問你知道哪裡可以吃午餐嗎？等下我會好好唠唠啊，請問你哋哪邊做的是主麼？等下我會好好唠唠啊，請問你哋哪邊做的是主麼？你順着這個方向去，那邊就是美心街。你順着兩隻方向去，該片就係美心街。你順着兩隻方向去，該片就係美心街，也就是美濃有名的板條街哦。這就係美濃有名嘅板條街，這就係美濃有名嘅板條街。板條是客家人的日常美食。是啊，你來這裡一定要品嘗。板條係客家人嘅日常美食咯。嘿，你來兩位日聽我試試看。板條係客家人嘅日常美食咯。嘿，你來兩位日聽我試試看。我迫不及待呢。走，我等唔出來呢。來去，我等唔出來呢。來去，我帶你去好玩的地方。我同你去好食好料嘅地方。我同你去好食好料嘅地方。